非常高兴带来你们那个家里，就是今天要说的大事进去你们家里带来这个教导，就是一课。我们今天的那个题目就是那个三位一体要说的大事，给你们教训一下。我说那个是来自魔鬼，不是从那个创造者那里，那个是来自魔鬼。那今天我来给你们证明了，那我请你们多为了听或跟随这个教导，我再讲一遍大家好，就是要说的大事下跌带来你们那个家里。我们今天有时间要说的那个恩典和恩惠为了你们那里，就是你们那个已经同意了。今天的那个教导就是那个即时一刻，我们马上进去。那个三位一体是来自魔鬼，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在电上的电那里有什么样的那个图片。上帝的儿子一上去的时候，在电上那里会有什么样的那个图片？我们来看那个电上的电看一下，因为这个存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上帝的上文字，我们来解释一下。那个天的是和那个天上的天有差别的，不一样。在我们那个天上的，就是我们头上，在上面那里还有另一个。按照那个申命记10章14节，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地和上的所有的都是属要把你生的，因为你都上的那个就是他们要我是用那个，我们不是说这个，我就是来跟你们说那个天上的天就有要把父和那个他的儿子。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天上的天，我们已经给你们说过了，但是我再来给证明一下。列王纪上第8章27节，那个说什么？你们那里别忘了那个微信号，那个 WhatsApp 号。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干哪？天和天上的天上且不住你住着的，何况的我所见的这殿呢？那天上的天有有天上的天。那这个上帝，这个神住在那个天上的天那里，我们那个一直说，就是说那个天上就有那个太阳星星我们不是来说这个，我们就是说那个天上的天。你还没听说过这个词语？这个就是下跌，就教训你那个圣文字，他来的时候就救你，为了告诉你那个创造者的意思，就我来教导你这些。那我们那个谈的时候就不是来说那个地球的那个题目，但是先说那个天上的天，为什么要说的那个大事下跌跟说那个三位一体是来自魔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2书第9章。约翰2书，凡越过要说教训不长守着的就没有神了。要说的那个
叫神不跟他合力的时候，就神不在，怎么分出来？那个神不在你那里，你依着那个分罪呀，你依着那个分罪，你神不会拯救你，因为他不听救人呢。那个放越过那个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了，怎么分出来？那个上帝在你那里就是那个有这个证据，就这个教训呢。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福有腰子，有证明了你的罪被拿出来。你们那里先那个检查一下，那个图片不太好，那个是不好。那下底咱们说那个三位一体是来自魔鬼，因为三位就说了，那个不守这的就没有神了。那要我说的那个教生是什么？要说的那个教生没有说过了，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就是那个十条诫的那个结果，因为十条诫说了，主了我以为不可以有别的神，要说的神国没有遵守过那个十条诫，这个不是专门给那个其他国家，马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包括西班牙人呢、巴西人呢、塞尼加人呢，那个是给以色列人遵守，专门给他们呢。他们就是那个遵守这个十条诫，他们就把那个为了那个三位一体，那个是他们的那个证明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20章3节。主了，我以为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呢。那很清楚，上帝的话自己说，如果说我们来说这个十条诫就除了他以为没有别的神了，那在这里我们有个证明呢，人多在这个地球上就遵守这个十条诫，那你们哪里多就遵守十条诫，这个是给以色列人专门遵守，那你们多是罪人呢？那个罪人多就掉地狱火湖里。我拿这个三位一体就有上帝父亲呢。如果说我们来说那个父亲，那个他说出了，我以为不可以有别的神呢，要说也有出来了。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他也不分类也等那个上帝，圣灵也有来了，那让他们说的一种一样了，然后领导他们那个真理，这个不合理。那个上帝的那个圣灵不是上帝，就是要。他们有说过了要敬拜圣灵呢，他们在这里就有错误，没有说过要敬拜他。他说了，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上帝的那个话，我们来查一下吧。我们以弗所书第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求求，并要在警醒不准，为众上督求求。
在这里靠着上灵随时多方祷告求救。我们先举个例子下，就是那个公用那个电话亭，你在里面就那个拿那个公用那个电话，那个上灵是好像那个公用那个电话亭在里面就你发过去那个你的祈祷，这个带过去你的祈祷到那个亚法和那个摇手那里，不要敬拜他。我们再说这个，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法语圣经呢，也是以弗所书第6章18节，我们看一下那个扎达玛大夫，靠着圣灵，以弗所书第18节，第6章18节。靠着上灵随时多方祷告求救，你一直就是那个随时多方祷告求救，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敬告那个敬拜上帝，由于那个圣灵呢，不是灵呢，不是我们敬拜那个上灵呢，那你有敬拜那个上灵就不对的，那这个三位一体就是假的，这个是第一。那我们再看一下刚才那个在那个犹大书第1章20节，这个也是证明呢，不可以敬拜那个上帝呢。那你们那里多敬拜上帝呢，就做错了，那个是鬼魔的那个教导。这个三位一体是来自魔鬼，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就要在这上的正道上走，就自己在上灵里祷告，不是要敬拜上灵呢，但是你在上灵里祷告，然后发你的话到那个福亚法或要说那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法语的话怎么说呢？也是那个犹大书，也是那个犹大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这上的正道上走，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就要敬拜。由于那个圣灵呢，在圣灵里祷告，不是要敬拜的，然后呢那个有敬拜的，就要说把他们灭绝，用那个铐子。那你们多在这个地球上，就你们就是那个你们被要用口中的诫灭绝你们呢，就是那个不可敬拜那个上帝呢。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8章，为了你们能听懂，罗马书第8章23节，罗马书第8章23节，然后20，你们先听一下这个话，这个上文字的直接说，23节和26节，那你以后就应该要考虑。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上灵的
主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当惜等候的这儿子的名分呢，乃是我们的神的树，光借我们的王父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那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就是那个圣灵帮助我们呢，我们的王父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的怎样，只是圣灵简直有说不出来的东西替我们祷告。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这一题深度9 27节。那在这里，那圣灵就把我们那个帮助一下我们带过去我们的那个其中，那圣灵不要敬拜他就是那个带话，他自动的发过去你的祷告，为了到达那个亚法那里，那他是好像那个电话嘛，他把你们俩那个联系，那些人那个奉圣灵，为了有敬拜他，这个是规模的那个教导。我们看一下这个三位一体放在一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是这个是错误的。你们看一下这个圣灵，不是上帝，这个圣灵也被拆来的。这个是十条诫的，上帝是一个，只有一个那个神呢。这个就是在那个十条诫里面，那十条诫说定了只有一个上帝，他们发现就在里面那个别的上帝，这个真的危险的。这个是儿子，这个是圣灵呢。那这个是圣灵，那这个是儿子，那这个是父亲，那这个就是三位一体。如果你那里还不知道了，他们就是那个把这个分类，一个上帝。如果你敢说你不遵守那个十条诫，这个是从那个十条诫那里出来的。刚才我们看过那个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我写这个在下面。出埃及记第23章3节，出埃及记第23章第20章3节，那你们多遵守那个十条诫。如果你敢说我不遵守，这个是你们的系统那里，你们的上帝就在十条诫里面，这个就叫那个三位一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灵呢，有说拆他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拆来的东西，因为他被拆来的，他就那个小比那个。有说过了，我把带拆来到你们那里。约翰16章，约翰16章7节。然而我讲真，请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
差他来。那在这里，这个圣灵呢是被差来的，他被差来的，你要敬拜他吗？不可以要跟那个上帝他们把他们那个相同的放他们在一个篮子，他们就一模一样的按照那个上文字，那个儿子说定了，他把那个圣灵差来，他不可以跟那个要说相当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那个约翰福音第13章16节，约翰福音13章16节，我们一块儿看一下吧。约翰福音13章16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为什么你们要把他那个跟他的那个债人呢相同的？约翰福音13章16节，我是实在的告诉你们呢，不能大于主人，债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差他的人呢比那个债人呢小，按照那个上文字很清楚了吗？为什么你们做这个那个图片，那们把他们那个相同的嘛，他们3个就相同的呢，他们都是那个同样的嘛，相同的了，他们都是相同的嘛。为什么这个是合理的？因为你们要放那个儿子相当于圣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个儿子那个把圣灵那个差来的，那这个相同的我们就不同意，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假的，用那个红色的，这个是精致的，这个不是。我们用那个紫色的一下吧，这个是不对，还没看出来。我们有那个黄色的，这个不是，这个不对，不相同的。按照这个那个图片，我们来看一下，要说也是被摘来的。我们来看这个，因为我们在这里能看得见，债人呢比那个债他的人呢大。我们那个看一下那个继续一样那里，我们来查一下。我就是给你们那个稍等一下，我会把那个断掉。我查一下，因为有那么多的那个句子。有多一点，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上帝的儿子也配差来的，有进去了吗？有断了吗？我们稍等一下那个，然后我们因为那个差人他比那个配差来的要说把那个差来，他们不相同，那个要说相当于那个山林的，这个是错了，这个不行，这个是耶稣的后基萨写序那里的那个规模的教导，那个不对呀，违背法律。你们那个教导那里违背法律，你们还没认真考虑吗？你还没想到跟他离开吗？他杀你，把你丢掉地狱里，你还拿着那个吗？我自己告诉你们，那个时间到了，要救你，你先救下你的灵魂。我不是来救你的肉，我们来的就是要救你的灵魂。你先读一下吧。那
我教训过你们，别偷教这个教导啊，你也没办法，你要跟随要说就行啊，要跟随亚迪亚嘛，因为亚迪亚教你这个好美的东西，那你一定要跟随亚迪亚。如果说我们来但这个那个债人他比那个赔债来的，你们不可以把那个改掉。要说把他债来就是那个上灵，他们我们在这里就是看一下要说也赔债来的，就是他父亲亚法上父，你们不可以把他们那个相同的，因为这个是上文字的律法。上文就说定了，那这个是精致的，有问题，技术员有问题吗？我们稍等一下技术员那里，那我们解释那个解释一下，那在这里上文就说了，不可以把他们相同的。然后放他们在一个篮子，他们三个都是相同的。上文字，不同意，这个是要说的，不是上帝的儿子的。那这个是谁的？这个是魔鬼的。我们看一下那个真理，按照那个上文字，那这个从来没有存在。这个当下不是上灵呢，上帝父亲相当于儿子，相当于上灵，这个没有从来没有存在在那个上文这里，那个父亲他比要说也大比那个上灵呢，做完了吗？因为我们要把那个住了在那个闭幕上那里，那我们都先稍等一下，我们没办法继续，我们要等这个嘛，好吗？那就这样子。那怎么说呢？你们不可以告诉把他们那个相同的那个把那个上灵跟那个儿子相同的，也是那个父亲也不可以把跟他的那个儿子相同的，他们都不相当于。我们要赶快。我们继续，我们再读一下那个，你们在刚才那个，你们把那个关掉吗？是吗？那我们继续那里现在没问题了。我们继续那个看那个上文字，包括这个上帝的儿子，不可以把他们那个相同的。那有人说他还在地上，这里就是小的，一回去的那个顶上那里他就他的，然后他们俩相同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那个是上章，约翰福音那个第3章17节，因为神在他儿子讲是不是要当世人的罪。那这个上帝就把他的儿子摘来，那个债人呢，他比那个被摘来的不好意思，那在这里，那这个上帝父亲他比那个儿子，你们都先记一下好吗？约翰福音第4章34节，他这个儿子比他的父亲小。要说我的食物就是重新差我来这儿的旨意
做成大的弓，那大就是那个来这的这一大一不出来的就是那个大的父亲把它拆来的。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第20章23节，叫人都忠心子，如同忠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摘子来的父。那在这里上文字，他的儿子被拆来的，儿子比他的那个父亲小，圣灵比那个儿子小。那为什么那个按照那个律法，那个儿子和父亲和那个上灵都有差别的，不相同的？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个图片这个是那个父亲呢，我们慢慢那个画，这个是父亲呢，这个是父亲呢，那儿子呢，这个就是那个儿子。那这个呢，生灵，那个生灵不是人呢，我们就是这样的那个画。按照那个他们那个排队的父亲，他比那个儿子，那在这里就有差别的。比那个圣灵呢，要说也是他的。我们在中心那个画，那这个就他的。那么我们画的时候，他的那个父亲呢，我们放在那个下面，为了你们能看得清楚。这个是父亲呢，这个是儿子，这个是圣灵。按照那个律法，我们那个用那个白色的这个大比这个大比这个，为什么？他们三个是相当于的，为什么这个是三位一体的？因为这个叫那个三位一体，我们看到了那个律法，那个父亲大比那个儿子，儿子大比那个圣灵呢？为什么你们敢说那个父亲相当于那个圣灵呢？那这个就是那个魔鬼子的那个教导。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是证明的，这个是从那个魔鬼那里不一样不相同的，从来没有相同的，都是有差别的，不相同的。那么这个三位一体是假的，按照那个上文字，我们刚才那个看过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那我们来写一下，三位一体相当于我们写大一点，假的是假的，是假的。这个就是那个魔鬼的教学，魔鬼的教学，魔鬼的教学。这个就是那个魔鬼的教学，这个不是从那个上帝那里，上帝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是第一。我们先上去天上的天那里，在天上的天上那里有什么样的那个东西，我们把这个翻过来，我们先去天上的天那里，我们上那个画一下吧。这个是父耶和华住在他的那个宝座上。我们上画，
这个就是在顶上的天那里，顶上的天，这个已经在顶上的天那里。那父亚法住在宝座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父亲了，这个就是那个父亲了，父亚法，这个就是他。那在他前面有那个圣灵，好像是灯亮了，我们画7个，这些是圣灵，敬拜的时候就没有敬拜了那个圣灵呢，那个天上的那个创造物没有。但是我们就是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4章，我们看一下那个图片，没有敬拜过那个圣灵呢，在天上的天那里。启示录第4章，我们看向上帝的话，就这样嘛。第9节，我们从开始那个念在8节，我们看一下那个天上的天那里，似乎5个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上在，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没有说过那个上帝没有寄到那个上帝那里。每逢似乎无将荣耀总归感谢归给他那坐在宝座上或到永远这到时候，那个给荣耀，那个荣耀到这里去，就到这里去。有这个没有到那个上帝去那里，那上帝呢就灵，在这里没有就是灵，没有寄到那个上帝那里，都是去那个父亲那里。我们一块听见了，我们再念一遍。每逢是或将荣耀总归感谢归给他那坐在宝座上或到永远这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这的，就是这个。那祈祷的时候就到那个或到永远。10节呢，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或到永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要敬拜在那个坐在宝座上，就24位长老，或到永远的就有敬拜他，没有上灵了。又把他们的那个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被荣耀总归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的创造而有的。很清楚了，他们就是那个敬拜那或到永远的，那个或到永远的。我们那个把这个摆个照啊，然后发过去那里，我们那个来画一下吧，这样才比较好。我们画一下然后我们能看得清楚，就这样。这个是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敬拜那或到永远的，就是这个，有这个。那这个就要敬拜的
活到永永远远的敬拜他。那这个活到永永远远的就坐在那个宝座上，那个在哪啦？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坐在那个宝座上，在这里就是这个。就夫妇在主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主宝座上就要夫妇的，就夫妇在主宝座的面前，就是这个。我们画那个红色的，就夫妇在主宝座的面前。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姚夫妇的就，姚夫妇谁？就那个坐宝座上，我们有那个紫色的，就是这个嘛。坐在那个宝座上，坐在宝座上，这个是一把椅子，这个是一把椅子。他就在那个一把椅子上，如果说你能看得见，按照这个图片很清楚了，那个坐在那个宝座上就跟他讲，那没有敬拜过那个圣灵呢，天上的天那里多没有敬拜那个圣灵呢，这个不行呢，那咱们你们把它当圣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上文字，要敬拜那个上帝，我们要看一下，启示录，要敬拜神呢，启示录21章，20章不好意思。20章不好意思，26章6节，我来看一下，好像有错了，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22章6节，第22章6节，启示录第22章6节，我们马上念，马上读。第22章8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看见的，我就听见看见了，就在这时我的电视脚将夫妇摇摆的，那个他电视脚将夫妇摇摆的，那个要夫妇摇摆的呢，电视怎么对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中先知比那些少着树上养育的人都是做不人的，你要敬拜神呢，这个很清楚的，你要敬拜神呢。我们摆个照下这样子比较好，那个对你们那个人类，下一次你们会认真考虑不做别的，就这样。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你们先看一下这个图片，你要敬拜神，你们能看得见这个。如果是神的话，必须要敬拜他。那我们看过了那个图片，在那个启示录那里没有敬拜过那个圣灵呢。但是要敬拜哪个坐在那个宝座上，那个在哪了？就是这个，哪个坐在
宝座上，他们夫妇在那个坐在宝座上前面，那上灵从来没有敬拜他，那些人跟他敬拜就违背法律，是罪人呢。你们做这个上位的都丢掉地狱里，你们不悔改的时候，就你喜欢丢掉地狱里那里吗？地狱火湖里吗？如果说你说我不管，那你别去找那个医生啊。如果说是真的，别找你有病的时候，别找那个护士和那个医生，因为你害怕，你把死掉，你恐怕死。就我来跟你解释，你的灵魂恐怕死后，因为他把死后就会丢掉地狱里那里，先把他救下，别杀他，你别自私。你必须回去真督，他不会回去真督，他要回去他创造者那里。你做的不好，他也没办法，他就找下地狱。你别自私，你灵活的必须走下地狱。如果你不救的，你的肉必须回去真督没办法。那我说了，你先回来，为了救你的灵魂。你要跟随我说的教导，你不可以把改掉。如果有人不烧着这教训呢，就没有神呢，没有真正的上帝做这个上位一的。他们说要敬拜父亲呢，上帝相当于父亲呢，不相同的是规模的教导。创造者，你把它跟创造物一模一样，你压上帝呀。如果说我下一次我不会做，你们不可以把你们教导那里改掉，因为你们就是敬拜假神，你应该要跟他去压死耶稣。也许你要找下掉，要找我，跟着我去天上的天那里，在耶稣那里。那这个是什么原因的？为了你们人呢，你们都不知道了这个。那我要再叫这个医生叫医护，现在站在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上位议题啊，不可以把他们相同的上位议题，父亲相当于儿子相当于灵魂呢，然后你们放这个在一个篮子，我就是举个例子，你们说了这个是真正的上帝，在里面有几个神呢？有3个，你们要敬拜圣灵呢，但是天上的天就是创造物，24位长老，4个活物，就是他们呢都没有敬拜圣灵呢，或者神的几个灵呢，但是他们都有敬拜上帝，就坐在宝座上。那你们上位的就来自魔鬼呀，那你们还敢说现在不就说这个上位的，那其实魔鬼会说骗人呢，会骗，都是骗的。你认真考虑一下，你们哪里多？你们哪里跟说祈祷？先跟随下的呀，先跟随我，先跟着我去耶稣那里，我带你们到那里去，我保证100%，我保证100%，我会带你天上的天那里，在这里你通过难过困难，先跟随耶稣，然后你安静了，平安了，没有心灵乱，什么都没有，你不管这个，因为你要去天上的天，你先不管这里的生活。那我们看一下另一个解释，已经做完了。我们看一下另一个上帝的话，图片，我们把一下拿掉这个图片，因为
我们拔出来那个儿子，因为我们也不要那个上灵了，或者神的精灵呢，他也是上灵了。我下一次会给你们那个解释下一次经上的电脑里有什么那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要刷，现在该要刷的有这个，稍等一下，这个是要刷寄来在那个大父亲那个面前，这个是要刷真理。那我们先擦干净这个，在上面不行，我们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来在那个电商的店的那个情况那里，你们那个上网那里听收音这看电视都是直播的节目，这个是福亚法就在那个宝座上。这个是他的那个宝座，那这个是他，他拿着那个一本书，按照那个启示录第5章，那个一本书是蓝色的，他拿着那个一本书。在手上，这个是一本书法语的话就是 livre，英语的话就是 book，从开始这一本书就在亚法的那个手上，在这里我来证明一下，他们不一样，那个儿子和那个父亲呢不相同的，因为没有人会拿过来那个一本书，但是电商的店的那个名那里说了有人拿那个，现在那本书到了在那个儿子那个手上那里，他那个父亲呢远一点，那个书就到那个儿子那个手上那里呢。那个父亲的那个手上没有书了，因为那本书已经在那个儿子那个手上那里，我们把这个拿掉。那一本书就在那个儿子手上，从开始在那个大父亲那里，我就是那个。画一下那个第一个图片第一个图片就在那个父亲的那个手上，这个是第一个那个图片，我们画好一下。这个是父亲坐在宝座上拿着一本书，这个是第一个图片，他拿着书，就是这个在下面。然后那本书不在他那个手上，就到另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图片，这个是第一个方案，那这个是第二个那个方案，那个到第二个方案去了，有提问那个问题，那个儿子那个拿着过那本书就在那个父亲的那个手上没有了，没有书了。稍等一下，在他手上没有书了。这个是第二个那个图片，那个第二个那个图片，他那个在那个父亲那个手上没有书了，因为那个儿子拿过去了。那个主在宝座上。和他不一样他还在但是他儿子拿过来那本书拿在这里，
当下没有一个神呢，有两个，他们俩有差别的，父亲和那个大的儿子。那我们那个敬拜的那个上帝，因为有敬拜，他也只有两个，父亲和那个儿子，因为那本书在那个父亲手上就没有了，那个儿子又拿了那个。我们看一下，上帝不给敬拜他，要敬拜那个上父有没有敬拜那个要说？有没有敬拜要说？因为这个这种那个图片特别好。有没有敬拜要说？我们来问一下那个上文者，这个儿子也是那个神吗？也是上帝吗？我跟你说，他是上帝。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5章。我们放这个在这里，不然我们有困难度。启示录第5章，你们在家里那里都先看好一下吧，好吗？启示录，我看见做宝珠的有手中有书卷，另外都写着字，用基因封扬了。我又看见了一位大力的那个电视大声宣传说，有谁被展开呢？书卷揭开呢？今夜呢？第3节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没有啊。第4节，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过看呢，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一得胜那一展开那书卷揭开那起那，他就把那个书拿过来。第6节，我又看见了宝珠与死火无兵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国的，有七角七样了，就是神的麒麟了，风在前往不天下去的。那这个就是要说有站立在大父亲那个前面，他拿着那个蓝树的。这个是儿子，这个是儿子。这个是儿子，这个是父亲呢，坐在那个宝座上。这个是父亲呢，就这样。我们继续念。这羔羊抢来从坐宝座的，有手里拿了书卷，大祭拿了书卷，是火屋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跟那真经和上满了香的进入。这像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都匍匐在那个羔羊面前，跟那真经和上满了香的进入。这像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我们那个摆个照下，然后我们要看一下那个画，我怕你们看不见，在画就是这样子。那个画就是这样子。24位长老，我说等一下那个在哪了？就这样。这个就有匍匐在羔羊面前，这个有匍匐在羔羊面前。像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就祈祷的意思。那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呢？他们都有敬拜要说，就是那个24位长老，他是不是上帝？对，很清楚的，他是上帝。这个经那个清楚了。
那要说啊是上帝，你们可以跟随这个教导。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帝按照那个真理，那上帝的数量就是2个，按照那个图片，这个是第一个神的第一个上帝。这个蓝色的，这个是上帝父亲呢，第二个呢，那在这里有两个上帝敬拜，2个上帝，父亚法和那个儿子那个亚胡书啊，可是刚过那个上文字，按照那个上文字，儿子也是那个上帝。他和他的那个父亲又离开了，那有几个上帝有2个，我们再重新画一遍，我们重新再画一遍，这个是父亲呢，这个是他的父亲呢，拿着那个树没有打那个手上，这个是父亲呢，他就是神呢，这个是上帝的意思，但是这个呢，他的儿子这里有起来，因为他们俩差不多一样，这个是儿子，那儿子手上有一本书，这个是一本书在他手上，他也是上帝，他也是神呢，他也是神按照那个刚才那个律法，上帝，这个是上帝，这个也是上帝，那有几个上帝？有几个上帝？上帝的那个数量，上帝的数量就是2个，第一个是父亲呢，第二个是儿子，这个是儿子我用那个蓝色的，这个是儿子。那个按照那个上文字的那个真理，就有2个上帝有差别的父亲和那个儿子。那我们结论的时候，这个三位一体是假的，那个是错的。我们看过了那个天上的殿的那个图片，不是地上的，但是到那个这个启示录就是那个经到了那个天上的殿那里，那天上的殿的那个情况有几个？上帝有2个，就第一个是父亲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着那个那一本书然后那个儿子就是那个至高的那个儿子，那我们有几个上帝按照这个图片有2个那个上帝，不相同的，那正常的那个教导我们看过了天上的殿那里就有2个上帝，那个三位一体是假的，这里面有3个，那个是规模的那个教导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那个父亲大比那个儿子，然后他们俩要分开了。那这个是真正的上帝，不是那个十条诫的那里。如果说有人遵守那个十条诫，他们必须说一个上帝，他们坐在那个十条诫里面，那个是规模的那个教学，他们没办法，就他们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变成三位一体，这个是十条的那个世界的那个基础太坏了，你们那个说的不行了。如果说你教训的不照着这个教训呢，就没有上帝呢照着这个教训呢就有神呢。那个不是要说的那个教导，但是要说的这里多不再犯罪呀，那个罪被
煮掉了，拿掉了，先找耶和华，先跟随那个亚迪亚，我的名字是耶和华，他们把我摘来，我是使者，我欢迎你来到那个天上的殿，我们都一块祈祷啊！为了下一次的那个教导，非常感谢你父耶和华，为了你的话和你的教导。这个真的非常好，非常宝贵的教导，请答复我的那个祈祷，请祝福这些那个话和你的教导。你先自己把介绍一下你的荣耀，你保守这个这些话就是从你那里下来的，为了带来那个恩典。为了他们那个，他们听到的人那里，为了他们那个会信仰，亚迪亚的希望，他们都会信仰。那我求你，那个你的上帝呢，为了你把他们发过去在地球上，你叫那些人那个被选择的，为了会去那个耶和华那里，为了保住他的那个血，先把他们。心里开个奉耶和华他们叫我知道了，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为了下一次的教导，就是那个第12个的耶和华。